再造神元山庄地和圣堂简介。建筑外观，朱心亭与弥勒园、三门五圣宫，附近社区村镇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湖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、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兴建中的五圣宫，用奉五代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召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，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。自世外桃源，名产有山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真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客家宫殿式建筑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动心建成。朱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成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益显观3600姓48000言。五圣宫供奉五代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区村镇安宫